由于恐怖攻击发生24档咯，将纽约市的双子星大楼、各五角大楼等所在，拢有办纪念的活动。总统川普嘛警告讲，任何想要攻击美国的人，拢会受到惩罚。美国欢迎的大纽约市11暂停活动。 伫优美的乐声中，国旗进场到下城的国家九一纪念馆，纪念24年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劫持客机，让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甲国防大楼的悲剧。罹难者家属伫追思仪式读出2977个受害者的名，几多千个民众也有参加。纽约市甲纽约州的大家长，也有政要也拢有出席。 川普总统是出席国防大楼的追思仪式，因为伊的重要盟友可可进前拄着攻击，枪手还未抓到。为着安全，中地为户外纪念碑改造国防大楼内的深井。川普宣布推荐可可总统自由勋章，也就抓讲要毁灭任何攻击美国的敌人。If you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we will find you. Go all over this sometimes magnificent earth. We will crush you without mercy, and we will triumph without question. 迄天伫宾州的桑克斯维尔，还有另外一场纪念仪式。伫纪念迄天勇敢出来阻止劫机者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顶40个乘客甲机组人员，民众伫飞机落来地点默哀敲响纪念钟，读出罹难者名单，搁献花箍。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